后来继续是正段消息，来看行政院长苏贞昌早起来召开着临时议会内阁总辞，随后伫行政院的门口全体来大翕相，翕这个毕业相。苏贞昌是总统直选了后做上久的行政院长，苏贞昌总辞致辞了后，马上互国员提告甲提米，鼓励国员未来继续耐高温泡好茶。行政院长苏贞昌微笑入场，最后一天的上班日，带国员翕毕业相片。一直鞠躬表示感谢。苏贞昌其实透早就到行政院8点18分到行政院9点半举行加开的临时议会，带所有国员总辞。除了发表简单的谈话，伫内阁成员签名总辞公文了后，苏贞昌刷来甲大家致意，并且批示签停的文稿，另外马上会堪要高温的地稿，结束前后1478天的院长生涯。苏贞昌总是致辞的时嘛讲到，即马依照宪法的规定，咱言尽于此。这是当整个精神行到这，爱有人承担的事，就是我来承担，故意留落来。咱这个团队真正是被肯定、被检验、被留落来。咱拢是通过检验，而且真正是顺度99,999%。我嘛感觉咱大家议员被看到、被肯定，真放心。院长心情如何？怎么看内阁？现在有29人留任。虽然今日美笑无应，也过身为总统直选后任期上长的行政院长苏贞昌后一步，各界拢真关心。新内阁名单包括经济部长王美花、国防部长邱国正、卫福部长谢水元等，总共29人隆重留任。努力做事情，两个球队比赛，没有说上场的球员是由对方指定的。防部事实上这1年多来，我跟同仁在这一方面努力啊，是一直不断的。我不敢讲有什么成果，但我们会持续的努力。院长看送什么礼物给你们？有看？这个应该是茶壶跟茶叶吧。是。好。要能够耐得住高温嘛。前副总统陈建仁接行政院长，今日办理新内阁的交接。新的内阁期待会当有创新的未来。大家好，我是林依文。想要掌握多元的新闻资讯，当然也包括体坛动态，就要锁定华视新闻频道，还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，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。